你會想喺時裝界堅持到幾時呢？其實我都55歲啦，咁我覺得我會做到我做唔到為止咯。經營咗25年，2% 巔峰嘅應該係350間鋪，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經驗嚟嘅。我最中意 SB 就係本身喺我自己心裏邊，佢係香港第一時裝品牌。我諗冇乜邊個夠膽否認呢樣嘢咯。咁我希望交到我手之後呢，真係可以帶翻一個香港時裝品牌翻嚟香港。你覺得香港時裝或者 fashion 即係啲乜嘢？我諗分唔同階段去睇啦。以前香港喺個供應鏈上邊係容易成功啲嘅，但係呢幾年呢，就我覺得係好難做嘅。你問我香港，我諗最難做就係我哋本身以前個結構啦，租金太貴啦，好難會有好有創意嘅情形出現咯。今次個市場逆轉咗，我覺得好機會嚟嘅，租金有一定嘅回落，先至可以造就到我哋生存咯。你對一啲可能都想踏入時尚界或者係創業嘅人有啲咩建議呢？我自己覺得要快咯，件事即係咩意思呢？當錯就要即刻去改咯。我成日都形容我哋要做一架快艇，就唔好做架航空母艦，即係遇到乜嘢我哋即刻可以掉頭。